即时也要做伙同心来做准备心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们搁一摆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还你主日早起时会当过三个主日，来到你面前，甲你三千军做伙来敬拜你。主，阮确信，阮每一摆主日拢是出自你对阮的疼，对阮的恩典。主，阮即时要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三个同在。来伫阮中间来运行，互阮有安静的心，互阮的有拍开的耳孔，通来领受你的话，互你的话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快乐。主，阮也特别将阮所有服侍当家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赏赐阮对你来的智慧快乐，也阮手所做的拢成做你所欢喜，成做你所祝福。也将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祝福、引带带领，伫每一位的生命内底，拢享受你教育因的恩典、教育因的祝福。主，阮将阮今日礼拜也对头到尾，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引带带领阮。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什么款人会当就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生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咒詛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找求上主，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朝见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43首，人对我讲，打人来去，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坐，咱做伙来祈祷，充满怜悯甲慈爱阿爸的上帝，你有无穷的智慧，互阮有勇气甲信心来学罗你，因为你的名伫全地极其宽大，你的听长看悬深，阮袂当测度。阮只是自执伫你的面前，你体贴阮的软弱。拄起阮一切重担，将活命的路指示阮。我嘛要用谦卑较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赏赐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互阮认捌你，也认捌阮家己。愿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来圣洁，互阮无过真做罪落步。我嘛要靠你的救赎的恩典来顺服你，谦卑甲你同行。
阮特别感谢你赏赐阮这宝贵的救恩，佮保守阮伫你的恩典中间无失落。主啊，你嘛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当阮软弱的时，求你勇壮阮的信心；当阮偏离你的道时，求你透过你的话来提醒。互阮伫骄傲的时，求你管教阮原理的真理照光阮，互阮离开黑暗甲邪恶，常常来经历你的帮赞甲祝福。求你使阮有智慧，知你的心意，伫生活中活出你美好的生命，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水，恳求你赐落美好的愿望，愿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接纳，合你的心意。主啊，求你互阮有热切的心，为着阮的亲人朋友得到福音来祈祷，互阮知影来修正阮的心思意念，来遵守你美好的旨意。我嘛即时将教会嘛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保守看顾，互阮彼此相挺，同心为着教会所有的事工的推动，会当做福音的出口，也透过侪信仰的前辈做好的事工，见证你的大权能，互阮对圣经的认识日益成长。阮伫10月份有新的种子团队来参新，伫信仰的前辈奉献的心力，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因会当继续顺利来完成，拢会当真正利益伫众人，互阮来祝福，嘛搁较侪人来认捌你，来荣耀你的生命。主爱上帝，即时阮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世界来向你祈求，愿你人民香港洪福苑大火失去至亲的家庭，经过救灾甲医护的团队、消防人员、义工等等，互因伫危难的中间做性命的守护者。求你亲近伤心的人，愿你的平安、医治甲愿望临到这个社区。愿你的疼医治破碎人的心，每一步拢是你的恩典甲带领。你是安慰者、医治者，是这个患难中的帮赞。当阮行入大降节甲圣诞的节期，求你更新阮，互阮逐项的服侍充满喜乐甲力量，真做照光台湾这块土地。愿你的圣心充满，互平安的福音大大来压看。愿恩典、平安、医治拢临到台湾这块土地。阮也为着这代志，为着感恩，阮所感谢祈求拢无够价。阮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做伙来祈祷。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这，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也给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传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来交托启应文第13篇，嘛是诗篇51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9页。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阮，将我的罪恶一尽消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
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那尔。必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听的是心内诚实。由你用牛切草洗我，由你洗我，由你，互我听到欢喜快乐的声。由你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赞美，咱要请西罗亚诗班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是大江的玫瑰。有信心，咱所听见的。有甚物人相信啊？耶和华的圣手，不论甚物人显现啊？因为伊要亲像紫紫的影，也要亲像君发伫大地。对亚瑟的树头要发一支影，对伊的君所生的枝要结果子。这就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这就是我迄个称作树枝的仆人。伊要对伊的拳头发出来，伊要去做我的教会。
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上帝。咱三天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36至44节。现代台语汉罗版第60页，现代中文译版修订版第44页。原系迄一日，迄个时，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那定。因为人子的来临，嘛会亲像哪啊的时的情景。大水来以前到哪啊进入大船迄日，人照常啉食过带，因糊里糊涂拢毋知。大水忽然来，甲因拢冲走。人子的来临嘛会安尼。迄时有2个人伫园里，一个受接去，一个放地。2个妇人人伫下无经的下石无，一个受接去，一个放地。要警醒，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日会来临。恁着知。即家的主人，若在暗时几点贼仔回来，一定会警醒，无互贼仔挖饼空入来厝内。所以恁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第2位的经文记载伫罗马书第13章11至14节。现代台语汉罗版第215页。安尼，恁在即个时阵是恁应该困醒的时，因为现在比拄得信的时佫较接近拯救。米时已经深，日时伫要到，所以恁着脱掉黑暗的行为，穿光明的装备。咱的行为着端正。亲像伫日时的生活，毋通放纵酒醉，毋通好色放荡，毋通三钱怨妒，着穿主耶稣基督的装备家己，毋通只有徒无肉体事来满足私欲。以上是上帝话。今早起，杨牧师要来传讲的信息是逐讲节日的有备。请咱用恭敬的心来准备，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想咱今日来到教会时，一定会感觉教会真无共款。因为咱已经准备要进入12月份，教会也为圣诞节做好侪的准备。每一年的12月份，通讲是正教会也所有的基督徒上界无闲，总是也上界欢喜快乐的一个时间。因为咱真期待会当伫接续的圣诞节做伙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今日是大降节的第1主日。也是教会历内底的第一个的一个开始，所以咱今日也有点到第1支紫色的蜡烛，代表盼望。耶稣基督的降生为咱带来生命的盼望，互咱生命有一个方向。接续有4个大降节的主日，了后就有圣诞节的来到。今日咱要做伙通过拄则咱所读的2段经文，做伙来思考大降节期的意义。像是咱嘛学习，通将家己准备好势，通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伫分享进前，咱大声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听阮来到这个世间，成做阮的拯救。为阮的生命带来永远我的盼望，主感谢你，遮尔啊听阮为阮行十字架牺牲流血的道路。主，阮即时要做伙通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生命的智慧甲快乐。主，要恳求你的圣神，即时教阮上啊地地，
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生命上较深的所在，成做阮的帮赞。将阮下面的时间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赐福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伫咱长老教会的传统的背景内底，咱对教会的年历检测毋是遐尔熟，咱无亲像天主教还是圣公会，即个较注重礼仪的教会。因就非常看重教会历内底的每一个节期，所以咱要大心来小可简单介绍，什么会是教会的年历，咱也要对这个年历内底来学习伊对咱的意义。教会年历就是用耶稣基督伊伫这个世间的工作甲经历来做时间的这个主轴，伫无同的礼拜。伫无同的时间来纪念耶稣伊所做这重要的代志，所以也希望通过安尼，互咱的信仰和咱的生活会当时时有一个较好的连结。所以大心咱爱知这个教会历就是以基督事件来做中心，当分做两个周期，用两个真重要事件做中心的周期。甲两个相年的节期，两个周期中两段的时间。第一段真重要的一个周期，就是圣诞的周期，也就是咱即马准备要开始进入的这段时间。伫这个圣诞的周期内底，有几个真重要的节期，咱会当做伙来了解。第一个就是咱即马已经进入大港的节期。圣诞节进前的4个主日，就是大港的节期。今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上时嘛是教会历内底新的一档的开始。所以虽然对新历来讲，咱还有一个月才会过该到2026，但是对教会历来讲，今日已经是新的一档的开始。互咱有一个新的一个愿望。伫大港节期过了后，就是即个周期的中心，就是圣诞的节期。伫12月25是圣诞节，一直到1月初6，拢是算圣诞的节期。伫这段时间，咱当然就是做伙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来到咱中间。伫圣诞的节期了后，佫有一个真重要的日子。叫做主显节，主显现的节期，这是伫1月初6。这节期咧纪念耶稣，伊显现，互人来看到伊，特别是互外邦人通认捌伊，通知影伊是对上帝遐来的拯救者。特别这个日期的纪念两件真重要的代志。第一件就是东方的朴素来雕建耶稣的这件代志，主显现，外邦人显现，互世间通认捌伊。佮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耶稣伊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伊通过接受洗礼了后，伊开始出来服侍，互这个世界会当了解伊、认捌伊。所以这是主显节、主显现的节期，这是真伊的重要的意义。这节期过了后，圣诞的周期就会到一段落，会进入第一常年的节期，对1月初7开始，一直到大斋节大斋节的头一日的进前，这是第一常年节期。佮接续第一常年的节期过了后，就进入到第二个真重要的周期，就是国外的周期。这国外的周期内底也有几个真重要的节期，咱会当做伙来认捌。第一个叫做大斋节期、大斋节期，对大斋节的头一日，一直到国外节的头前，拢总有46天。这其中有包括有6个主日，所以若甲46天甲6个主日扣掉，就是咱一般讲的大斋节期有40天。伫较早的传统内底是爱禁食、爱较刻苦，袂使享乐的这个一段期间，大斋节期、大斋节期。大斋节期了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周期的中心，叫做国外节的节期。对国外节开始算50天，拢总有7个主日，
这段时间，所有基督徒、所有教会要做伙庆祝主耶稣基督伊对死搁活，真做咱生命盼望，真做咱的帮助，真做咱的拯救。伫搁活节过了后，这个主日过了后的第50天，就是圣神降临节。搁活节了后的第7个主日，这个主日圣神降临节，这个主日，互人称作是教会的生日。咱知圣神降临的事件了后，所有的这领受圣神的人，转因到因住的所在，建立教会，教会开始来运作，开始来诞生。所以圣神降临节也是这个复活周期搁活的周期内底真重要的一个节日。圣神降临节过了后，就进入到第2常年的节期第2常年节期。这个节期也互人称作是教会的节期，因为咱头前讲，迄个圣神降临节了后，教会开始产生，教会诞生，接续就是教会伫地面上为上帝来做见证，为上帝来传福音，所以这就一段时间就要互人称作是教会的节期。这节期内底有几个真重要的日子。第一个是3·1主日3·1的主日，这主日得互咱来纪念3·1的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的奥妙伊对咱的恩典，对咱的疼，享受咱到也用的救恩这是圣神降临节了后的第1个主日，称作是3·1的主日。佮接续有一个日子叫做圣道日伫11月7日，因会做伙纪念殉道者。也是已经安息的亲人朋友，照因的传统，因会伫前一日10月31暗时会有一个聚会，会有一个礼拜，做伙来纪念这已经离开、已经安息的亲人。咱知影这个日子后来演变做万圣节当然这是因为商业化的引导万圣节就毋是咱教会的节期啦但是伊原来这个叫做圣徒日、圣道的日。是咧纪念这殉道者，也是已经安息的兄弟姊妹。伫这个段落第2常年节期的上尾一个主日，叫做基督君王的主日，是教会年历的最后一个主日。这个强调基督伫终末要来做王，要来掌权伫这个地面。所以，若照教会年历来讲，这个基督君王主日就是顶礼拜。因为是年历内底最后一个礼拜，就是顶礼拜日，是基督君王主日。咱今日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叫做大港节的第1主日，咱会当做伙来了解。这个节期对咱来讲，到底有啥物款的意义？咱有啥物款的学习？我想基督徒，咱拢知影，咱是上帝所拣选，属伫上帝的囝儿。但是事实上，咱嘛要有缘活伫这个世界内底，所以基督徒，咱嘛有当时伫一日搁一日的生活内底，咱会袂记得咱迄个真实的身份是上帝的囝儿，这款真重要、真宝贵的身份。所以通过教会历的这个周期，我想在提醒咱几点真重要的代志，互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第一，就是互咱会记得。基督的降生，基督为咱的牺牲，基督的为咱的搁活。通过基督的降生、牺牲、搁活，互咱的生命通得到救恩，互咱通对咱的罪恶内底得到讨放。这是通过这期咱要纪念基督已经重要一生的工作，互咱通过安尼来纪念伊。第二，这期嘛要提醒咱，会记得咱是属伫基督的人。咱虽然活伫这个世界内底，但是咱无属伫这个世界，咱无互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做这其他的代志来束缚、来影响。咱会记得，咱是属伫基督，咱是属伫上帝的人。第三，这期嘛咧提醒咱，来用基督来做模范，伫咱的生活内底通活出见证。互咱的生活通真做芳芳的见证，好的见证，芳芳的祭，通献互上帝，互上帝所欢喜干纳。所以教会这期，我想对咱来讲嘛有真重要的学习的功课。
互咱时时会记得咱真实的身份是甚物，咱时时保持和上帝有一个真好的连接、真亲近的关系。那呢，伫这等待大抗节等待的过程内底，咱要安怎来做好的备办、好的预备这是咱今日继续要来做思考的。伫咱今日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经文是24章的33到46节，44节但是咱也甲伊放伫一个较大的范围来看，马太福音对24章一直到25章是一个大的段落。这段落，互人通常称作是橄榄山的讲论，是耶稣带伊的学生到橄榄山的时对因讲的一段话。整个橄榄山的讲论的主题，就是咧提醒上帝百姓伫咧面对将末含咧等待耶稣基督的过来的时，必须要有一个警醒和准备的心。所以，伫大讲这期内底，咱嘛通做伙来学习，将家己准备好势，通来迎接主耶稣的降临的来到。伫耶稣基督的来临，咱爱先大先了解耶稣第一届的降生和第二届的过来，本质上有真大的差别。咱就爱来了解，也通知影要安怎伫第一届来临和第二届过来中，咱要安怎做好的准备。耶稣第一届来到是带来上帝的救恩，显明上帝慈爱甲恩典。我想这个恩典，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凭着信心，已经白白来领受。伫约翰福音3章16节，咱非常熟的一段经文，安尼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的囝赏赐予因，互一切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得到永远活。通过耶稣基督第一摆的降生来到咱中间，为咱带来救恩，互咱的性命脱离罪的捆绑，互咱的性命通得到永远活的应允。这是第一摆耶稣来带来的救恩。耶稣第二摆会过来所带来的，就是审判，要实现上帝公义和主权，而且迄个时间无人知影什么时阵会到。伫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内底，马太福音24章的36节安尼讲，但是迄个要临到的日和时间，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也毋知，只有父上帝知影。这真清楚甲咱讲，当耶稣过来的时，要带来上帝审判，而且迄个时间、迄个日子，人无法度掌握。伫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应该拢有经历过主后2000年啦咱看起来，大多第二场都有一部分是2000年以后才出世的我毋知咱敢有印象，伫公元要进入2000年的时，大概有一种全世界性全面性的恐慌有无我毋知咱有印象无真侪人讲2000年可能就是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日子世界末日要来引起一阵很大的恐慌但是事实上证明敢有，咱已经2025咱已经过25天所以圣经真清楚甲咱讲，这个日人无法度知影，所以咱所要做的其实毋是去找有的人做人做拍拼要去找迄个日，甚至讲甲某月某日几点几分讲甲足清楚。用圣经的话来检验，讲甲足清楚的，迄个一定毋对。因为迄个日无人通知影。咱每一个基督徒咧准备的时，咱毋是去想对一日要来到，咱是好好准备咱家己，每一日拢会当活伫上帝的旨意内底。毋管迄日对一日来，咱拢已经做好准备。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的。伫耶稣第二届过来带来审判的时，这个审判会有两个无同款的结局：有受接纳，互上帝接纳；总是有受放下。关键就是咱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代志。两种无同的态度，就会带来两种无同款的结局。第一种的态度是无要无紧，
轻忽以对，无真重视，无真看重这件代志。圣经讲，这款的人，因的结局，就那亲像挪亚的时代的证人，伫无想到的是大水来，互大水来冲去。咱若是无要无紧，轻忽以对，无重视这件代志，无时时会记得主会过来。那安尼大水来的时，咱就互大水来冲去。马太福音24章的39节，咱拄则所读的讲，因互你糊涂，大水来将因冲走，人子的来临嘛是安尼。我想这经文拢互咱真重要的提醒。伫即个等待主要所第二届过来的这段时间，咱实在是爱好好准备咱家己，毋通亲像挪亚迄个时代的人共款，照常过一款上帝所无欢喜的生活。那呢，最后的结局就无真好。第二种真无共款的态度，就是谨慎看重这件代志，也时时做好准备。然后这款的态度来面对，就那亲像挪亚因一家人共款，会当进入到大船内底，会当得到拯救。伫彼得前书第1章13节安尼讲，所以会得爱准备好恁的心，谨慎自守。专心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带来互恁的恩惠。耶稣基督过来显现的日子，咱毋知，但是咱会当确信，因为圣经安尼讲，迄个日一定会来。虽然咱毋知对几日，但是咱应该做的，就是好好准备咱家己，时时将咱准备好好势。伫咱今日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的了后，24章的45到51节，耶稣讲另外一个譬喻，好的萝卜和歹的萝卜的譬喻。佮接续的25章第1到13节，讲10岁在生女，伫等新郎来的十生女的譬喻。5岁是巧的，会晓准备油；5岁是愚戆的，无做好的准备佮接续25章的14节到30节，咱真熟的一个譬喻：3岁萝卜的譬喻，一个领5000，一个领2000，一个领1000，这个譬喻。这几个譬喻其实拢是耶稣在给咱提醒，这等待伊搁一届降临的过程内底，爱谨慎，爱准备心，毋通无要无紧，毋通无重视啦，无要无紧，那呢最后结局当然就无真好势。那呢，伫这等待的时，咱要安怎好好来准备咱家己？伫咱今日所读的第2段罗马书的经文，伊是保罗对基督徒的一个提醒。那对当时的基督徒，我想嘛对咱今日的每一位，咧提醒咱，就爱知，就爱记得，迄个日子哪来哪近，咱就爱对困眠内底。对困去内底醒过来，毋通阁继续困，毋通阁无要无紧，会记得咱是活伫一个迄个日子哪来哪近的时间内底，咱着好好来准备家己，也着离开上帝所无欢喜的生活的方式，真忠心、真忠实来活伫上帝爱咱活的生活内底，会当伫咱的生命内底活出见证。活出上帝所欢喜的款式，所以第13章的11节安尼讲，咱拄则有读到讲恁必须安尼做，因为恁知影这是什么时阵，这是恁应该对困眠中醒过来的时。即马咱比拄信的时，搁较接近上帝的拯救。这常常放伫咱的心内，虽然毋知对一日要到，但是咱会当确定迄个日哪来哪接近。咱就爱搁较努力，搁较谨慎来准备家己，互咱的生命会当时时准备好，成做上帝所欢喜。那呢，有啥物较具体，咱会所通做？伫咱等待过程内底，咱着怎样来做？恁若问牧师讲，基督徒应该安怎准备？牧师大概答案拢是这啦，读经。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生命的美良，成做咱生命的智慧甲气力，互咱有气力去面对生活中逐款的挑战甲试炼。
我毋知咱敢有照咱教会所安排，逐日读经的进度咧读吼。你若是有咧读，我相信照进度，咱一日一日读，真忠实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一定要成做咱生命的帮助。因为上帝的话是有气力的，即款的应允绝对袂落空吼。当咱愿意真用心来读上帝的话时，上帝的话要成做咱生命的气力甲智慧。咱教会牧师团嘛有录这个每日亮光哈，对每一日读经的进度有做一个分享，帮助咱会当更好好来了解这段的经文。愿咱伫这个稳定的读经内底，咱会当和上帝有一个更好的结连。另外就是祈祷，祈祷就那亲像属灵的呼吸同款，通过祈祷，咱才会当和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通过祈祷，咱也会当来明白、超出上帝的心意，通过上帝所欢喜的一个生活。这祈祷会当分做两部分吼，一部分是个人的祈祷，牧师会建议咱伫咱的每一日的生活内底，咱分别出一段时间，会当专心通过祈祷和上帝建立关系，也是伫咱的厝里，咱甚至会当准备一个属伫咱和上帝的空间。咱伫这个空间、这个时间内底，咱通过祈祷来亲近上帝。另外，除了个人的祈祷以外，团体祈祷嘛非常重要。毋知咱敢知影咱教会有祈祷会？什么时间？拜四暗时。恁知就爱鼓励恁爱来，会使就爱来，除了个人的祈祷以外，我想团体做伙祈祷嘛真重要。互咱的眼光毋是干那看咱家己的需要那定，咱能看见教会，看见其他兄弟姊妹，看见咱的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欠缺甲需要，咱能做伙通过祈祷，向上帝来呼求。我想当咱愿意做伙祈祷的时，上帝也要大大来祝福伫咱。除了读经祈祷以外，我想另外还有一个真重要，就是要有一个悔改的行动，就是离开罪恶来转向上帝。咱拄则所读的罗马书13章的13到14节，安尼讲咱行事为人，就爱光明正大，亲像生活伫即世的人同款，毋通放纵欲望、酒醉，毋通邪淫放荡，毋通纷争嫉妒。但是恁就爱用耶稣基督来装备家己，毋通干那顾满足肉体的情欲。保罗讲了非常的实际基督徒的生命毋是干那头壳知影真理那定，咱得爱落实伫咱的生活内底。咱讲咱诚做上帝所拣选的囝儿，咱诚做一个新的人，咱来活出新的生活的款式。通过咱的生活，通为上帝来做美好的见证。我想这是咱通做伙来学习的互咱的信仰会当落实伫咱的生活内底，互咱的生活，互咱言行举止会当成做一个好的见证。我想有的人会感觉讲传福音足困难，无毋对，你也干那要靠你的嘴去讲，当然非常的困难。但是咱会当真实伫咱的生命内底活出迄个好的表现、好的款式。那呢，别人要对咱的身躯顶看见上帝的气力，这是咱通做伙来学习。伫咱拄则所读的13章的13到14节这段经文伫西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内底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会非常有名，是因为这个人叫做奥古斯丁伊的原因，互这段经文变做非常出名的一段经文奥古斯丁，我想咱应该拢有听过伊是基督教的历史内底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对整个基督教的发展有真大的贡献有人安尼形容甲伊形容讲是基督教内底的孔子啦伊的重要性，就那像孔子对儒家的重要性安尼伊对基督教非常来讲非常的重要，有真大的影响力这个奥古斯丁，伊的妈妈叫做莫妮卡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
这奥古斯丁伫少年的时，伊后来是真伟大的神学家无毋对，但是伊伫少年年轻的时，生活非常的放荡，非常的邪淫放荡啦，达到迄个保罗所讲的安尼吼。伊妈妈为着安尼非常的头壳疼吼，但是嘛无法度改变伊，迄个常常为着伊祈祷求上帝亲自来改变这奥古斯丁，互伊会当性命会当悔改，会当归向上帝。奥古斯丁是一个足聪明资质足好足悬的人吼，伊那大汉，大项的知识拢学了非常的好。伊那大汉的时，伊嘛那开始咧思想吼，伊的性命到底爱行对一个方向。伊有一个感慨吼，伊知影，伊即马即款的生活其实毋是正确的吼，是无好的。但是伊敢有法度离开，敢有法度跳出迄个歹的生活的模式。我想伫咱的经验内底，人的软弱靠家己实在是无法度。吼，伊知影这毋好，但是伊确实无法度离开迄款的歹的生活的模式吼。伊嘛真烦恼吼，嘛常在为着这件代志在思考啦，在思考人生的方向。有一日，伊对伊的册放出来，来到后壁一个花园内底，伫内底在行路，在思考一寡问题。伊忽然间听见即个花园的墙外口有一阵囡仔伫遐在耍囡仔伫遐在画讲摕起来读，拿起来读摕起来读伊听着就感觉那有多听到即句话啦就感觉是上帝通过安尼在甲伊提醒，伊就紧转去到伊的册房内底，掀开圣经来看，掀到对一段，就是咱拄则读迄段罗马书13章的13到14节，这段经文拄咧讲到奥古斯丁当时生活内底的问题，所以奥古斯丁就真 shock 真震惊啦讲上帝，原来上帝拢知影我的需要是啥物货伊嘛因为安尼亲身体验到上帝并无离开伊，所以伊就下定决心要改变伊过去迄款无好的生活立志改变，完全变换做一个无共款的人对迄个时阵开始奥古斯丁就真认真伫信仰顶面追求信仰，了解真理所以后来伊嘛成做教会内底真重要的领导人，写真侪真重要的神学的册成做教会内底真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是伊写的册内底上界出名的是这本忏悔录。忏悔录在写啥？忏悔录毋是写啥物做高深的神学忏悔录在写伊生命转变的过程，安怎对于放荡在歹的生活内底得到上帝帮助，上帝拯救，互伊会当进入到一个好新的生活内底啦我想奥古斯丁伊深深体验到，当人愿意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迄款的生命才有真实的影响力，真实的改变愿咱每一位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互咱的信仰真实的当落实伫咱的生活内底，互人看会出咱真正和无信仰的人是无共款，互人会当欣赏咱的生命的表现。伫迄等待的过程内底，咱就爱有行动，改变的行动互咱离开迄个罪恶，来归向上帝。另外的行动，咱嘛爱来学习的，就是会当忠于所托忠实伫上帝所交托的使命，完成上帝爱咱完成的使命。主要所基督互人的模范，就是伊尽力去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就算爱行将是未假，爱牺牲流血，伊嘛拢无拒绝这就是互咱上界好的一个模范。佮另外一件，咱通做伙来学习的，就是咱爱去看、去关心迄个上界美事的人。咱拄则所讲迄个橄榄山的讲论的上界尾一段咱非常熟的。耶稣讲的一段经文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代志恁做伫我兄弟内底其中一个上界细的身躯顶，就是做伫我身躯顶。
大讲这期的等待，互咱学习，毋是简单看见咱生命的需要，咱的问题哪点。那么学习拍开咱的眼光，去看咱四周围有欠缺的人，因的需要是甚物，咱会当为着因来付出什么款的行动。我想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咱的教会应该去做的。通过安尼，咱的生命要真做有影响力的生命，咱的教会要发挥影响力，真做整个社会、整个社区的祝福甲帮助。伫大港的这期。咱一方面用期待、用喜乐的心在等待主耶稣的降生，同时通过今日的经文嘛，在甲咱提醒，咱也得用谨慎、用准备的心来在省察家己，咱得爱离开罪恶，归向上帝，互咱的生命通真做上帝所欢喜、上帝所建立的。2000多年前第一摆的圣诞节。在朴树因准备贵重的黄金、乳香、物药来献予耶稣。呢，今日的咱要准备甚物货来献予伊？愿咱伫即个大抗节的节期，拢通好好准备咱家己，互咱通真做迄个上界尊贵的礼物来献予上帝，也得到上帝欢喜的建立。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通过大港节期，会当做伙来做一个生命的反省甲准备。恳求你帮助阮，会当用谨慎的态度时时来做好准备，来迎接你，搁来到阮中间。主恳求你帮助阮，伫阮软弱软正犯罪跋倒的时，用你的信心来成做阮的提醒甲帮助，互阮会当及时离开罪恶。归向你，也阮的生命当真做你所欢喜，真做你所祝福，也通过阮通真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佮一届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祝福，引带带领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49首，愿主顺利圣手，请起立来吟。Hallelujah.
者，即时请咱来备办心来奉献。起立来感谢，丰富手术的上帝，愿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感恩，求你感动阮的心，坚定阮奉献的心志，互阮甘心乐意来向你献上金钱、时间甲阮的才能。愿阮每一个人拢为你来所用，互你的教会大大来建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周特别的事工，本主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点到第1期紫色的蜡烛，称作先知的蜡烛。先知以赛亚有言：主耶稣降生，要号名叫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嘛为着苦难的世代带来盼望，
所以这支蜡烛代表着愿望。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予咱无限的光明甲愿望，互咱伫即个大降节的节期，通过读经、祈祷、日日甲主来同行，深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佮互咱的性命来为主来发光，传主的福音。欢迎兄弟利用周报所业的圣诞的节期的单张来做关心甲代祷，佮邀请亲朋的好友、无达友来参加。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阮昌祖兄弟伫11月19号安歇主怀，定伫12月6号拜六下晡1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追思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成人牧区的事工，定伫12月7号，伫下主日的第3場禮拜以後，伫802教室用餐了來集合來出發。要去的地點有永盛公園、新生公園、永正公園。這對象是團契正副會長、區長、小家長、小組長、牧區的委員、詩班的同工等等。請咱踴躍來，請兄弟姊妹來參加，用這個 QR code 來傳播，到本主日來查址。成人牧區聖誕福音的地位，伫愛甲穩定的重生之路，因有伫時間是12月13號拜六1點半至4點半。伫10樓的禮拜堂，咱有請2位老師要來彈即個鋼琴甲管風琴。那主題分享了，特別要安排小組來分享即個地點的時間，需要事先來報名。報名方式有個別報名、團體的報名，請投影小組長、團契會長、詩班的團長來提供名單。買當掃這個 QR code 來報名。吳伯珍剛語所委員會有這個史英英音樂見證分享，伊的主題是當答案無夠的時，這個演唱有史英英鍵盤就是錢偉良。伫第3場禮拜結束了，今日12點半有簡餐，12點半至3點有見證的分享。地點伫10樓禮拜堂，那請兄弟大家攏會當伫即個時間來領餐。另外就是歷史上的相連，歷史文物小組甲團部委員會合作的歷史的相連新的計劃，每一個月攏有一支影片介紹相連歷史上的特別的日子甲事件。互兄弟閣較入版咱的教會，這時咱嘛要做伙來看一段影片。歷史上的雙連，11月1922年11月27日，北部女宣道會成立。19世紀下半葉，基督教會第2次進入台灣，在這一波福音入台與教會發展的過程中，女性扮演重要角色。從外國宣教師來說，帶進五線譜的音樂老師吳瑪麗牧師娘、護理先鋒列以利姑娘、淡水副學堂的領航人高哈拿姑娘，都在草創時期奠定女性服事的典範。至於台灣女性婦女基督徒參與福音事工的年代也很早。從北部來說，馬偕的夫人張聰明女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馬偕回加拿大述職時，張聰明甚至發表過公開的講話。淡水女學堂更早在1884年開辦，成為台灣女子教育的起點。
女学堂的著名毕业生包括台湾第一位女医蔡阿信、陈锡俊牧师娘萧美珠女士与双年教会的第一位女性长老陈憨木也都毕业于此所学校。根据陈美玲牧师撰文所述，马偕宣教届满50年之际，北部教会的妇女领袖们在安义李姑娘的推动之下，于1922年11月在台北双连地区的姑娘楼聚会，正式成立女宣道会。马偕次女皆以利成为首任会长。女宣道会以宣扬福音服事教会为核心价值，并逐渐扩展。在女宣活跃的年代，曾差派宣道妇、女传道到各教会协助宣教事工与妇女事工的推展，其中包括在少女时代就曾带领台北盲雅学校的盲生来双年教会礼拜的李美玉传道。女宣也创办女宣杂志、女宣月刊，更参与推动世界公导日。女宣发展也对妇女信仰教育形成促进。1958年进而成立台湾妇女圣经书院，1974年改名台湾女子神学书院，1988年再次改名为台湾女子神学院。由于宣教师聚集双连地区，女宣道会年会长期在双连教会举开。双连教会的女性同工也是女宣长期的参与者。陈锡俊牧师的夫人萧美珠牧师娘，第一位女长老陈憨木与女儿李明安牧师，都是女宣道会长期核心的同工。其中，萧美珠牧师娘在女宣南北合一之后扮演重要角色，多次担任部长等职分，带领双连妇女持续的参与。战后，妇女事工持续发展，各地教会的妇女团契、中会的妇女事工部，乃至总会的妇女事工委员会，成为培育教会女性基督徒领袖与女性牧者的所在。其中，双年教会不止于1977年成立妇女团契，更于同年成立妇女合唱团。40余年来，透过聚会装备、探访关怀，妇女团契成为站在教会宣教与牧养第一线的精兵，一起为教会扩张帐幕，兴旺福音。有一个未知识部的推雅推辣的妇女，名叫做卢迪亚，是敬畏上帝的人。伊嘛来听，主开伊的心，予伊专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伊甲全家拢受洗礼。以上报告其他消息，请大家来看。今晚要请杨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我先简单来做一个补充的报告。伫咱今下晡有音乐见证分享哈，甲12月13有这个福音茶会来分享，拢真欢迎咱兄弟姊妹当做伙来参与。除了音乐的部分以外，我想更较重要是因的分享上帝安怎伫因的生命内底来带领因通过因的分享，我想要对咱有真大的激励、真大的帮助。欢迎咱会当做伙报名来参与。伫遮有收到一位今日和咱第一摆聚会的兄弟姊妹杨孝慈杨浩竹姊妹是育英的朋友真欢迎欢迎你好，嘛，请咱新朋友结束了后，会当到咱的贵宾室有咱的同工甲你接待。咁个有今日第一摆来也无介绍到的。好，安尼咱即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耶稣基督会当领受这个极大的救恩。阮的生命真做有盼望，真做有方向。主啊，感谢你，互阮遮尔大的恩典。主啊，愿意伫这大工的节期，好好来学习准备阮家己时时互阮的生命会当真做你所欢喜，真做你所感纳的。主，阮即时特别为着阮兄弟姊妹逐款的欠缺需要来祈祷。
身体有病痛软弱的，恳求你大权能的圣手来医治扶持，互因当紧紧来得到恢复。心灵有逐款的欠缺，家庭有逐款的欠缺甲需要的，恳求你也用你丰盛稳定慈悲来帮赞。也有拄到亲人死失的，恳求你也亲自来安慰扶持，互因伫信仰内底有仰望，通有气力，继续行头前人生的道路。主管也将阮的教会，佫是该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祝福阮伫接续这圣诞的节期，以及每年度逐款事工的推行，拢会当有你的祝福，有你的同在。通过这事工，会当讲出福音的出口，引带更加侪人来敬拜你。主将阮一切欠缺需要，拢用你来摆列。恳求你按健康听阮祈祷，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吟圣诗第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咱做伙起立，吟诗煞请杨牧师来祝祷。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热社温强受垂肯。